备、器械都能够为主所使用。我们一起来为今天早上的崇拜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赏赐我们丰盛的恩典，为我们过去的一周向你献上感恩，也为我们未来的一周向你献上感谢。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周的当中，新的一周的开始，也让我们能够把第一天最美好的时刻交在主你的手中，让我们的主日崇拜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让我们的生活上、行为上、思想上都满有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被圣灵来感动，按照圣灵的指导，并且被圣灵来充满，让我们一切所思所想所行都按照主的旨意而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从头到末了，你圣灵都工作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常在圣灵的里面，圣灵也常在我们的里面，给你施恩看顾，祝福我们所有的设备、器械，还有一切的安排都蒙主所喜悦，为主所使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语。诗篇48篇第10到11节。上帝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因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今天是9月份的第3个主日，求你保守今天的主日崇拜，从头到尾尽都顺利，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得到来自天上的信息，并且有主的看顾，日日与主同行。我们要献上赞美，愿荣耀归给你。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接下来将时间交给敬拜小组，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在这个主日的早晨，那我们将一周的烦恼放在祷告，交托给我们的神。若有悲伤、愤怒、不平衡的事，也向他倾诉，寻求帮助；喜悦的事，更要向他献上感恩。箴言16章第3节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阿们。阿们。现在让我们用预备心，一同用诗歌敬拜赞美他。若身体许可的，请大家一同站立。大家一起拍手。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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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
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行，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疾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立给予，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因主与你同行，你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他同行，忧伤是他共情。因主是你力量，你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他慈恩，你就得刚强。疾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主手牵引你，你就勇往向前。愿你所行路径，愿你所立给予，处处留下有主同在的恩典痕迹。疾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主手牵引你，你就勇往向前。愿你所行路径，愿你所立给予，处处留下有主同在的恩典痕迹。处处留下有主同在的恩典痕迹。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
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智慧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我们请会众依然站立，用使徒信经宣告我们的信仰。请。上帝，生的父，上帝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在本尊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难，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将来必从那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会众请坐。荣耀颂，荣耀颂，请大家起立。
坐下。今天的起印经文在诗篇114篇，由我来诵读上半节，会众弟兄姐妹诵读下半节。诗篇114篇，以色列出了埃及。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沧海看见就奔逃，大山涌耀如公羊。沧海啊，你为何奔逃？大山啊，你为何涌耀如公羊？大地啊，你因见主的面。我们一起，他叫磐石变为水池，叫坚石变为泉源。接下来，我们为下面几件事情来祷告。第一，我们为欧洲的国家瑞士来祷告。瑞士本来是一个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最大的这个比例是天主教。那近年来呢，瑞士的宗教的格局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动，有很多新的这些宗教进入，以及没有宗教的这个人产生，所以我们要为他们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到他们的生活文化当中，国家的百姓能够更坚立认识基督的信仰来祷告。我们也为台湾的卫理公会北一教区林口的卫理堂，目前的主任牧师是曾以乐牧师，他们现在目前大概平均的聚会人数大约不到30人，跟我们凤山差不多。我们为他们教会的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同时，我们也为台湾的2024年总统以及立委选举来祷告，求上帝拣选合适的执政和立法者，赐福台湾的人民。第4点，我们因为现在高雄市新增的登革热本土的个案已经累计有282名了，我们苓雅地区所在最近又有2、3名的新增病例，所以呢，我们要为环境的清理以及登革热的防治，大家一起落实巡倒清刷，随时做好防护的措施。第5，我们为台湾的儿童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来祷告。同时，我们也为台湾第一线的防疫工作医护人员、军警人员来祷告，愿主赐福他们平安，工作顺利。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经课在出埃及记14章1到19到31节，以及罗马书14章1到12节，我们请秀薇姐妹来攻读。请大家翻到旧约第68页，出埃及记第14章19至31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上帝的使者
转到他们后边去，营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营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并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兵马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萤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至于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能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第二处的经课，请大家翻到新约第176页，新约第176页，罗马书14章1至12节，罗马书14章1至12节，不可论断弟兄。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上帝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人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的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上帝；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上帝。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我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上帝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说明。以上是主的圣训。今天的正道经文在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由我来诵读。
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7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是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卡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献诗，今天献的诗歌是《风中的垂柳》，我们请诗班。
弟兄姐妹，以下时间交由本堂的主任牧师蔡伟文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今天讲台的主题是彼此饶恕在爱里，彼此饶恕在爱里。伟文牧师，请。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大家喜欢唱，你自己喜欢唱哪一首歌？每一个人也许喜欢唱的歌的那个形式或样态也许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唱敬拜赞美的歌，但敬拜赞美这个要先提醒一下，是现代的这个所谓的现代的歌曲。其实我们所有的歌曲都是敬拜赞美。那也许可能比较中年的人会唱一些比较轻松和缓的歌曲，那或者是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主题歌。那你要献上什么歌在上帝的面前？其实我们在唱诗的时候，就是在敬拜上帝；我们在唱诗的时候，就是把献祭献在上帝的面前。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用我们嘴唇的祭来献给上帝。也许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献给上帝，但是我们用最简单的，用我们的口舌，用我们的赞美来敬拜上帝，这是最美好的事情。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多有一些的赞美跟敬拜。也许每一个人的歌会不一样，或许你自己灵修的时候，你可能会喜欢唱奇异恩典。也许你可能会像今天的这个年轻人他们唱的有一位真神，或者是风中的垂柳都可以。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让我们唱出感谢和赞美，而不是只有别人唱，我们就是好像在旁边看。敬拜是大家共同的参与，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敬拜的当中，我们参与有份。所以很多人误会说，好像在敬拜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只有听牧师的讲道。当然，听牧师讲道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有没有参与在这个当中来敬拜。因为上帝是应当敬拜的，我们带什么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拿什么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所以各位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先知叫做弥迦。他有一次有人就问他说，我到上帝面前来，我应该带什么来敬拜上帝？我难道要杀这个千的公羊吗？或者是万的牛和吗？上帝难道是喜悦这个牛犊吗？或是上帝喜爱什么？这个弥迦先知他这样说：世人啊，上帝已指示你何为善，他要向你要的是什么？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敬拜不是只有一个形式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在礼拜的时候比较少看到，礼拜的时候比较多看到的是这个敬拜的仪式。但是我们真正要献上的祭，不是在这里所献上的而已，而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有怜悯？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公义？有没有与主谦卑的同行？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与主同行。这是我们每一天所应当要献上的最美好的祭。每一天你都要跟上帝见面，所以不是只有礼拜天来唱诗敬拜，每一天都让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的祭。愿上帝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近我们跟一些弟兄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我们很注意到我们的孩子们的功课跟学业，或是特别会去注意到一些表现特别好的一些的年轻人。当然我不是说不应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但是我们也许忽略了另外一些人，他们或许在成绩上没有那么好，或许他们比较提早就业了，或许他们比较早工作了。
无论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的当中，我们都应该要欣赏，都应该要肯定跟赞美这些的年轻人跟孩子们。给大家看一下这2个人不一样的这个状态哈，一个是一个叫亚当，一个叫克里斯哈，一个是哲学系的学生，他有10万块的美金，这个学贷还没还完。如果念大学应该就知道，有人学贷还没还完的，好找不到专业相关的工作，然后但是他有一个自傲，他说一定要上大学，上大学才是唯一的路。华人常常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不对？好，所以好像这么一定要到某一个学位。但是另外一个人是什么？4年带薪水水电工当学徒，没有学生贷款，然后年薪8万块的美金，然后他可以去断人家的水电。好，那无论是什么，其实每一样的东西都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些很好的发挥。所以也许你要追求的是知识上的长进，很好的一个成长，在学识上的进步，这是很好的。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学技术也是一个美好的事情，都能够让人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的财富。所以我们上次跟弟兄姐妹分享到，犹太人认为财富有4个象限，一个是除了金钱，就是你领到的薪水以外，另外一个是你有没有从这当中学习到一些的技术啊，比如说我以前不会的东西，现在我学会了一些的技巧。那或者是另外一个部分，你有没有学习到智慧？比如说从这些当中去学习怎么样做才是顺利的，或是怎么样做才是这个程序上顺序上是比较顺利的。好，所以有很多人会办活动，但是办活动很多人技巧不一样，或者是安排不一样，智慧不一样。所以你会发现，能够安排的好，其实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事情。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要学习到的功课，就是人际关系。很多东西是我们忘记了说，我们需要从中得到的一些的财富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去学习怎么样跟人相处。所以以前有过一个电影，有过一个影集叫《商道》。他说商道里面有一个商人，他说商人最重要的是要赚人，不是赚钱。所以这个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这些的商人，他们很多人是注重去赚钱，但是没有去注意去赚人。所以上帝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更是要赚人。为什么？因为耶稣给彼得的呼召就是你要得人如同得鱼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去学习如何赚钱，因为教会不会教你这个，也不是去学习如何去这个提升自己的学识，这个在教会里面也不会教。但是教会里面会教你怎么样去与人来相处，因为你要学习与人相处，你也要学习与上帝相处。你怎么样看到你与上帝的相处，要看你怎么样与人来相处。好，所以教会不是一群不犯错的圣人所组成的，教会其实是一群我们都会犯罪的罪人一起来组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基督徒都是好人，其实基督徒坏人很多，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坏，所以我们才会需要上帝。如果没有觉得自己很坏，大概你就不会需要上帝了。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如果你觉得自己很糟糕很差，感谢上帝，因为上帝就住在你的里面。当你开始觉得你需要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住到你的心里面来。当你打开心门接受耶稣的时候，上帝就住在你的心里面。所以教会不是一群这些的叫做圣人，教会其实是一群这些会犯错的罪人在一起的集合。所以罪人在一起的集合，难免有错，难免有过，人难免会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相处，其实就是一个艺术。所以今天的圣经里面，耶稣在教这些的门徒如何做一个有好的人际关系的基督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来教会里面你只有学跟上帝的关系，你也要学习横向的跟人的关系。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里面，开头的时候彼得好像没头没脑的问了一句，说这个如果弟兄得罪我，我要原谅他几次？7次可以吗？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今天的经文跟上个礼拜的经文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看上下文。
为什么？因为它可能是这个连在一起的当中的一个段落。好，所以整个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的前半段，我们上次提到了一个东西，就是当这些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来帮助这些犯错的人，他们能够回到教会里面来。所以耶稣讲了失羊的比喻，耶稣也讲了在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如何去把这些的人劝回来。如果假设你有弟兄他们离开的话，你怎么去把他劝回来？或者是他犯错，你怎么劝他？所以这一段的圣经也是延续着在上周的里面的经文。所以18章里面特别提到有关在教会里面的人际关系。所以耶稣在教导这些东西的时候，彼得就问了一句说：那如果有我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听到那个对象，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的话，所以表示这个是在一个很亲密的人际关系里面，他可能是跟我很亲近的人，当他得罪我的时候，我要原谅他几次？犹太人在法典当中，在他们的法典里面，在这些的文士或者是法利赛人里面，他们有一些的法典，比如说像塔木德，或者是像这些撒母拿，这些都是他们的法典里面的东西，有点像圣经的注释书。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在他们的法典里面提到了这样的事情，说如果有人得罪了你，你大概可以原谅他3次，3次已经算多了。好，所以各位常常有很多人讲说，这是第1次，这是第2次，这是第3次啊。这个你会听到，这个常常会有人，或者是爸爸妈妈常常会跟小朋友讲说，我数到3，好，所以你就会知道3好像已经是很多了。好，那彼得很聪明，他说，如果我原谅人家7次，可以吗？弟兄姐妹，7对犹太人的数字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7代表什么？完全嘞。所以彼得认为说，那如果我7次就可以吗？耶稣却说不是。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说什么。2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2节，一起念来。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好，70个7次，总共多少次？知道吗？动一下数学。490次，对不对？好，那意思就是，那我只要原谅人家第491次，就不要原谅他了吗？不是的，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70个7代表也是完全的数字，但是它更代表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如果别人得罪你1次，你可能会有490次的不舒服在你的心里面。听得懂意思吗？甚至可能上到500次以上了。所以70个7意思是什么？你要完完全全的原谅人家。好，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功课。我所谓的得罪1次，你可能会有不舒服的感受，490次那么多，那是很正常的。如果当人家得罪你的时候，你可能心里面开始在想，他刚刚得罪我，然后你又要再一次的原谅他。他刚刚得罪我，也要再一次的原谅他。他刚刚得罪我，也要再一次的原谅他。那种不舒服的感受，可能要超过490次那么样的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别人可能得罪了你1次，可是那个不舒服的感受会一直在你的心里面不断的涌流出来。所以耶稣讲的70个7，不是指的是70个7次就好了，不是，而是每一次的不舒服，你就要再原谅他1次，而那个次数有可能超过了490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一个完全人，刚刚讲了，没有人完全的，所以有时候可能人家会得罪你，有时候人家讲话可能伤了你，有时候别人的动作或行为可能让你不舒服的时候，当那个感受不舒服再一次一再的出现的时候，你需要原谅的是那么多次。不舒服起来1次就要原谅1次，那是一个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后来讲了这个比喻，他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这里要讲的东西，很多人都认为说那是对别人讲的，其实那是要告诉自己，那是对我们说的。好，我们来看一下2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5节，一起念来。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刚刚我查考了，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出埃及记里面特别也有提到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当你成为仆人的时候，当你成为奴仆的时候，如果你无法偿还主人的债，你可能要成为人家的奴仆。那当你成为奴仆的时候，不单是你，包括你的家人、你的妻子，你所有的一切的这些的所有的一切，你所有的财产都是属于主人的，都是属于债主的。所以，如果你无法偿还的时候，债主是有权利可以收走或拿回你所有的一切，包括你的妻子儿女。所以在圣经里面有提到，这些欠债的跟这个债主他们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从属关系。包括我们在读这个主祷文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一个形容词，他说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这个债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得罪的意思。所以，如果上帝饶恕我们的罪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饶恕别人的债？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了今天的这一段的提醒。所以这个人他还不起他的主人的债的时候，他必须要怎么做？可能他需要接受的惩罚就是他所有的一切都要充公，因为这是国家的。好，所以国王借给这个人1000万两银子，他可能这些所有东西都是国家要充公的。但是这个国王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做一个饶恕跟赦免。但是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一笔数有多大。1000万两银子原文是1万他连德。好，他连德是一个一个容量的一个这个金钱的币值容量的那个金钱的量。好，1万他连德相当什么？当时工人的6000万天的工作工资。了解意思吗？好，然后等一下会做对照，10两银子大概是他们做多久的工作？大概做3个月的工作，将近3个月的时间。好，所以意思就是什么？这个10两银子跟1000万两银子，我们先做一个对比，就是这个1万他连德，你必须要做6000万天的工作，你才能够还得起。那恐怕你要好几代，你才能够还完这些的债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仆人他欠的很多很大。好，当然欠很多很大，我们刚刚提到了主人是有爱心的。好，那主人就动了慈心。27节，主人那个仆人的主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并且免了他的债。亲爱的弟兄姐妹，6000万天要工作的时间，你可以一次可以全免，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6000万天的工资，这个欠这么大笔钱，恐怕他不是拿去投资，就是拿去赌了。赌完之后，恐怕就没有了，你怎么还钱？可能一再的不断的借钱，不断的去浪费了主人所给他的投资，或者他甚至可能骗了这个国王说：“我拿去投资，但是事实上血本无归，因为他都拿去玩完了。”这样的人，然后他要在他的王面前的时候，他还不起钱的时候，王居然要赦免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牧师有提到一个事情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是要帮别人读的，而是要为自己读的。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如果你是这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时候的这个人，你会怎么做？你的心态、你的想法会是什么？你是否期待主人能够全然的饶恕跟赦免？好，你说啊，也许我没有那么坏啊。很多人说我虽然是罪人，但是我没有杀人放火，我也不是什么坏人。很多人都会常常有这个想法。我记得以前我小时候，我的父亲最难接受的东西就是这个，因为我的父亲的家庭这边是基督教的家庭，我的母亲是嫁到妈妈这边来才进到教会的。但是小时候，这个我老爹一直通不过的东西就是我没有杀人放火，为什么说我是一个罪人？
很多人也会有这个想法，我没有杀人放火，为什么说我是一个罪人？我不过就是犯一些小错而已，我不过就是一些小小的一些错误，或者是我可能只是讲一些别人的闲话，或者我可能只是贪一些小钱而已，应该没有那么大不了。很多人只有把这个当作一个小部分而已。如果各位知道玩数学的话，各位知道0跟1的差距是多大，知道吗？无限大，对不对？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如果你没有钱的时候，其实1块钱对你来说就是天文数字了，更何况你欠的是那么样的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有很多人认为说我也没有那么坏呀，我不过就是一个小坏蛋而已，我也没那么大坏蛋。可是，当你还不起那个债的时候，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人还得起那个债的时候，你希不希望能够得到饶恕跟赦免？所以这个欠1000万两的人，他当然更希望。为什么？因为他确实欠了那么多，而且他也没有能力可以偿还，所以他需要这样的饶恕跟赦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你也需要这样的饶恕跟赦免？因为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可能就是像这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人一样。很多人认为说那个是别人那个是作奸犯科的人。很多人忘记了，圣经不再讲别人，在讲我们。我们是不是那个像1000万两银子的人一样？我们自己没有觉得，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债就是这么的大。所以这个主人他饶恕了。我们看一下，这个主人他愿意这样的饶恕跟原谅，而这个人他是不是愿意能够这样去原谅他的另外的同伴或是他的仆人？我们只有承认自己是卑微的尘土的形象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很多人以为说我自己很高贵，我自己很好，我这个不错，很出来，我也不是，不见得说我有比别人差。好，所以常常有时候基督徒当久了，我们常常会有一种优越感，会觉得说，好像我比别人好一些，好像我没有像别人那么差，好像我没有像别人那么坏。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跟尘土一样，我们是很卑微的，我们实在是没有一样可以拿到上帝面前夸口的。各位如果读过以赛亚书的时候，就知道以赛亚先知说什么。他说：“我们的义在上帝面前，不过就像一块破抹布一样。”听得懂意思吗？我们的义在上帝面前，好像一块破抹布一样，是很糟糕的。我们没有一样可以拿到上帝面前来夸口的。但是这个人他出去的时候，他开始觉得有优越感了。我没有债了，无债一身轻了。然后他去做了什么事情？他去要求那个欠他10两银子的人，然后要求他马上要还钱。我们来看一下29节，他的这个同伴怎么对他说？29节一起念来。他的同伴就夫妇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欠10两银子的，他也要还钱，但是他没有能力还的时候，他也是同样的跟这个欠1000万两的一样，告诉他说：“可以宽容我吗？让我可以来偿还，慢慢的来偿还。”可是事实上，故事的发展就一定不是这样。所以各位在儿主的这个故事里面，或者是我们在上成人主日学的时候，可能都有听过这个故事。他是不肯的，然后把他下在监里面，把这个欠10两的下在监里面，要等他欠完所有的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个对比有多大吗？一个欠1000万两，一个欠10两，然后人家要叫他把他的家全部都拿去偿还，他无力，然后被赦免了。但是这个欠10两的，他却要把人家下到监狱里面去。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大家思想一下，我们现在在社会上有很多叫做正义魔人，听过吗？什么叫正义魔人？你抓到一个东西，你就要把人家弄到死，知道那个意思吗？抓到一个你看。这个应该要让座，这个是博爱座，应该要让给这个需要的人。但是我们常常认为说，年轻人好像不需要，这个人好像不需要。我们用很高的标准去看人，可是我们却希望人是恩待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这个欠1000万两，他没有因为他被饶恕跟赦免而去饶恕别人对他的一些可能小小的错误。所以圣经里面常常用夸饰法来夸耀一些东西，叫做什么？叫做那个对比跟落差。
当你在上帝面前，你被饶恕跟赦免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些人他可能也对不住你，他可能有一些话，或是有一些事情做错了，他可能伤到了你，但是你有没有去原谅跟饶恕这些人？宽恕是能够让你从苦毒当中得到释放自由的关键。很多人一生当中只能够去这个叫做抓着别人不放，然后他不愿意去释放跟饶恕别人。曾经有过一个老人家快要过世的时候，他就心里有所感，然后他就请他一个他从前得罪他的人，然后到他家里面来，然后告诉他说：“我即将要离开世界了，那我生病要离开世界了。那如果我这个过世的话，我就会原谅你。但是我如果还活着，你要记得你欠我的钱要还给我。”听得懂那个意思吗？就是如果我要过世了啊，我可能什么都没有了，那我才原谅你。但是如果我还活着，我还有一口气，我还被医治的话，能够有活命的话，那么你要还给我你欠我的那个债务。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到面临要回天家要离开的时候，他仍然心里面去挂念着别人对他的苦，在他的心里面，那些仇恨是苦毒的，是会绑住人的。所以这个主人他告诉这个欠1000万两的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再想一想刚刚提到的主祷文里面说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先领受了饶恕赦免，然后我们也饶恕赦免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读主祷文的时候，你有没有去认真看待上帝已经饶恕了我的过犯，而我有没有原谅跟饶恕别人所欠我的债，得罪我的地方？爱邻舍不是他应该得或是不应该得，而是我们仰望上帝而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叫你要用尽你的力量去做这个事情，不是，也不是叫你要好像做一个你做不到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能够原谅跟饶恕，那个是上帝的工作，你需要仰望上帝，而不是这个人应该得到的。没有人应该得到饶恕跟赦免，除非是上帝的怜悯跟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有人认为说饶恕赦罪那个是上帝的作为，这是上帝才能够饶恕跟赦免。上帝饶恕我们的过犯，然而我们是否去原谅跟饶恕别人的对我们的伤害，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上帝饶恕我的罪，我的罪很大，但是我有没有去原谅跟饶恕那些得罪我或伤害我的人？当你做不到的时候，要记得你要仰望上帝而行，不是要依靠自己来做这个事情。刚提到了，当那个不舒服的感受每出来一次的时候，你就要去原谅一次。当那个不舒服的感受出来了一次的时候，你就要再原谅一次。我在台语堂讲了这个例子，但是要跟大家先声明，就是我已经没有在怨恨这个弟兄或是这个牧师，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说，牧师你现在讲的东西是不是现在还在发生中哈？所以要先澄清一下，已经没有了啊。好，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说，以前我在台北卫理堂的时候，因为跟我的牧师相处的不好，所以我就决定了，刚好趁着88水灾的时候，我就下来到屏东。我认为你的范围只有到台北而已吧，你应该下不了到这个其他的地方去，我应该离开你可以的。结果没有想到，后来这个牧师就当会督了，你知道那个意思吗？本来他只有管台北嘛，对不对？那现在连屏东都是他管的，那怎么办？你知道那个压力很大的。每一个礼拜，牧师如果跟会督见面的时候，这个会督如果常常告诉他说：“你这个礼拜聚会人数多少？你这个礼拜奉献多少啊？你这个状况怎么样？”然后给你很多的压力负担的时候，然后你达不到他的标准跟目标的时候，他丢了一句话给你说：“你要不要考虑自己卷铺盖回家？你不要再当传道人了。”
你要全部开回家。你知道那个受伤是很大的。我没有得罪你啊，我没有伤害你啊，我只不过就是在你的任内离开你而已啊。你为什么会这样对我呢？可是你知道，要原谅跟饶恕确实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如果你还要再跟他同桌吃饭的话。能够了解那个意思吗？当你的仇人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还要跟他一起同桌吃饭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为了这个，我们家师母以前每天早上5点钟要到礼拜堂去祷告，因为我们真的过得太苦了，每天都在恐慌跟那个惊吓的当中生活，然后每天都在那个困难当中度过。你就可以想见，其实好像牧师应该不是像外面工作的一样，怎么会苦到这种像外面工作一样？其实差不多。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恶老板或惯老板的话，有可能会是这样的。好，那当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处理？每当这个电话来的时候，很恐慌的接到电话，然后当对方那一句说你如果做不下，你就离职吧，你就离开吧，离开卫理公会吧。你知道每一次接到这个电话，心理压力都很大，然后其实心里面是恨的，还要跟他同桌吃饭，这个是更难的事情。但是我很感谢上帝，是让我在这个功课上学了另外一个功课，就是当我愿意能够去为我的仇敌祷告，愿意能够为我所不喜欢的这个人来祝福，并且能够常常那个不舒服，每次来的时候就要原谅一次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就临到了。要跟大家讲一个见证，就是上帝没有透过我的手去攻击我的长官，我从来没有拿过刀去攻击我的长官，但是上帝自己亲自伸冤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每一次那个不舒服来的时候，让上帝帮助你把这样的不是压下去，释放他。求主让他释放掉，不要再让这个人的苦毒捆绑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有很多人是这样对待你的，有很多人对你有很多生命当中的伤害，但是你怎么样去释放他，饶恕他？记得上个礼拜讲过的那一段话，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个意思就是定罪跟赦免。当你在地上定罪的，在天上也要定罪；在地上所饶恕的，在天上也要饶恕。所以当你愿意饶恕人的时候，你在天上也被饶恕了。所以35节我们来念一下35节，我们一起念一下35节，一起念来。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感受到没有被饶恕，那么你要先问问自己，我是否有饶恕跟原谅那些得罪我的人？如果你饶恕原谅那些得罪你的人，你就感受到你已经被上帝所原谅跟饶恕。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是被饶恕的，所以当我们重新再一次看到我能够去原谅跟饶恕那些得罪我的人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上帝已经饶恕跟赦免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若不从心里饶恕自己的弟兄，那么天父也要这样待我们。好，所以以弗所书4章32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说彼此饶恕，除了上帝饶恕我们，我们要学习彼此的饶恕。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做法或是他的工作的方式、服事的方式完全一样，每一个人也许有不一样的方式，但是也许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的做事方法我不欣赏、我不喜欢，甚至你会讨厌。但是当这样的时候，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愿意饶恕的心。当我们彼此饶恕，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真实的。上帝爱不完美的人，所以上帝的爱才是完美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个完全是指爱的完全。我们不是只有去爱那个我们所爱的，也要爱那些我们所不爱的。也许有一些人做法跟方式不是你爱的，但是你仍然可以爱他，那么就有完全的爱在你的里面。所以今天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真实的悔改才能够领受真正的被饶恕。所以上帝不是只要一个
sorry 这样的话，而是要悔改的心。上帝要的是悔改的心，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被饶恕。所以包括我们过去的一些的伤害，或者是我们过去的一些的犯错，我们得罪上帝的地方，这些都要带到上帝面前来祈求饶恕跟赦免。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是，请弟兄姐妹记得，包括你过去的成功经验，如果你过去的成功经验会让你自夸的这一些，也都要带到上帝面前，要来悔改。各位知道，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曾经有提到这样的一段话，他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常常以为说那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忘掉过去的坏，忘掉过去的不好，忘掉过去的失败。除了这个意思以外，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你过去的好，你过去的高傲，你过去的这些的你做过的好的东西，如果它让你变成是你的一个骄傲或捆绑的时候，你也要把它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不是只有失败经验，而是包括你的成功经验。如果你做得很好，而这些让你绑住，让你以为以后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那么这些也要忘记背后的。所以教会给世界的不是成功的公式，不是教你成为人生的胜利组，而是给两样很好的东西，就是谦卑跟悔改。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把这两样东西放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学习谦卑与悔改的功课。当然这个世界，我们会说这个世界也许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这个世界不是这样，这个世界教你的是成功的公式，但是这个成功是不是在上帝面前的成功？有很多人他们认为的成功是这样，但是摔下来的时候很可怕。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去往上的那个成功的路走，而是谦卑的一步一步的前行。第二个，真实的谦卑才能够领受真正被饶恕。所以刚刚提到了谦卑跟悔罪是教会给这个世界的一个方式，而不是给世界的公式，成功公式并不是。神衡量人的行为的时候，他是要衡量人的心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真正的谦卑才能够在上帝面前领受悔改。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赦罪，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与谦卑的人同坐，胜过与高傲的人坐在一起。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不是比谁好比谁强，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一样，都是谦卑的人，在上帝的面前。第三个，真实的原谅才能领受真正的被饶恕。所以不要用人对我们的方式去对待他们，要用上帝对待我们的方式去对别人。求主给我们有真正的这样的一个饶恕之后，我们也给别人有这样的饶恕跟赦免。被爱的人才有能力去爱，被赦免的才有能力去赦免人。所以要记得，上帝是无条件的饶恕跟赦免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做这个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心里面你还记得有一些人伤害你、得罪你，或是让你感受不好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选择饶恕。刚提到了饶恕是一个选择，你需要常常不断的做这个选择，你要选择饶恕跟赦免这个人。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说我们可以去胜过，唯有依靠上帝的恩典。每一次的选择或许都是每一次的痛，但是那个痛会渐渐的得到恢复跟医治。当我们饶恕跟赦免人的时候，恢复跟医治就临到了。最后要鼓励大家的就是，教会里面免不了有一些受伤跟伤害的地方，刚刚都提到了。牧师跟牧师之间恐怕也彼此之间会有一些伤害，牧师跟会友之间也会有一些，会友对牧师恐怕也会有的。所以圣经上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方式，就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愿上帝帮助我们，教会要得到医治，最好的方式就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让我们可以得到医治。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去饶恕人、赦免人，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连要去说原谅，我们都说不出口。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看这个人应得，而是我们仰望你而行，带领我们，让我们做好的选择。那个选择就是我们选择愿意原谅跟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因为你也这样的原谅跟饶恕我们。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教会里面充满饶恕跟原谅的氛围，让教会里面充满爱跟接纳的氛围，让教会里面充满彼此相爱、彼此互相包容的氛围。愿你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谢谢蔡牧师用神的话语来坚固、激励、造就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的教会能够透过弟兄姐妹之间不断的关怀，以及彼此饶恕在爱里面。我们发现能够互相饶恕是最大的福气，最大的福气。让我们共同来见证，以及福音的广传。现在我们一起用回应诗歌来赞美回应神对我们的爱，请大家起立。回应诗歌在新灵粮276首，相聚在爱里。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上帝圣灵使我们心灵合一，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上帝圣灵使我们心灵合一，爱使我们相聚一起，让我们一起高声唱，让主爱从我们开始，我们手拉手，让世人知道，爱使我们相聚一起，让我们一起高声唱，让主爱从我们开始，我们手拉手，让世人知道，爱使我们相聚一起。请坐下。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奉献，也请大家预备心，恭敬以金钱奉献来表达对我们上帝的感恩。请施献的同工到台前来。如果对奉献的意义还不了解的，就安静的让奉献袋经过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父，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是治理万物，在你的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上帝啊，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们算什么呢？竟能如此的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到的献给你，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如同影儿，不能长存。我们所奉献的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于你的。主啊，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的物，求你使我们当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我们的心归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请坐。今天有没有新朋友？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问安。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唱完第一次之后，我们彼此可以起立，拱手问安。我们成为一家人。好，弟兄姐妹，请回到座位。接下来有一些教会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主日呢，我们的林继博传道林老师到凤山的卫理堂证道，我们也为牧者出入平安代祷。我们的凤山卫理堂到现在已经要将近10年了。那同时，现在目前新就任的牧师吴怡慧牧师也刚刚正式按牧所以呢，我们也为凤山现在目前的整体发展的状况迫切的祷告。主日之后11点半就要召开9月份的小组长会议，在205教室，请同工预备心参加。那今天教会的成人主日学已经开学了，我们的成人主日学校长是赵少文弟兄。那本期呢，我们一共有开设3个课程，包括有五小经卷，在1楼五小经卷。这个是邵文老师在201教室这边，圣经中览是由蔡牧师在6楼的大厅，那再过来是诗歌的赏析，由我跟卢军老师在1楼的副堂，欢迎弟兄姐妹选课来参加。第4点，卫理神学院的衍生班下学期要开加拉太书的课程，是由刘清泉牧师来开课。上课的时间是从下周9月22一直到年底，到明年的1月5号，每周5晚上7点到9点，有兴趣的会有参加学员，请准时上课。下周的主日呢，主日的华语堂由蔡一文牧师来分享信息，也为蔡一文牧师全家以及侍奉来祷告。总会呢，为了要鼓励在校的学生的，包括高中职、大专、大学，还有研究生，
他们的学习已经开始受理111年度的奖学金申请。那即日起收件到9月27号星期三为止。申请的办法张贴在布告栏，或是有问题的可以洽办公室索取申请表格。第7，中秋节连假马上就要来临，也祝福弟兄姐妹中秋愉快。9月29号，教会的办公室会休假1天，也请弟兄姐妹注意会堂开放的时间。第8点，教会征召值班的志工跟义工参与协助教会事务或是修缮。这边有2个，一个是志工，一个是义工。那这2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个是做前面讲的协助教会事务，比如说接待相关的收发、行政等等等等相关的很多的这些的杂物。那但是有一些呢，因为我们的教会现在目前的这个大楼呢，已经也将近7、8年以上了，搬过来这个地方。那有很多的设备相关的这些的设施呢，有时候常常也会开始要维修，所以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具有这些专长的义工，能够来协助我们维护我们相关的教会的这些的设施。那欢迎弟兄姐妹来参与我们教会的这些志工以及义工的服事。报名的话可以洽行政的办公室。在9月底，我们会安排一次教会的义工的座谈会，跟大家说明我们这些的事情、这些的事工，要做哪些事情那要怎么样子来进行。第9，教会制服的学院，制服学院的这一个事工呢，是我们对外开展的一个事工，将于10月2号来开学，也欢迎弟兄姐妹报名参加。那同时呢，如果愿意参加制服学院担任进班福音同工，但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进班福音同工也就是说，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也愿意来参加制服的这个班级的时候呢，可以借这个机会来接触很多其他的未信者或者是慕道友，跟他们有机会来传福音如果有像这样子的担任进班的福音同工的话，请向社区干事赵英姐妹来报名。同时呢，国际读经会将在10月14还有21日上午9点到12点，借用本堂举行旧约游中的活动。那已经开始报名，费用是每个人600元，邀请弟兄姐妹来报名参加。详情的话也请请洽淑仪执事。今年年底的11月11号。我们蔡牧师的公子嘉庆弟兄跟秀文姐妹的婚礼的婚宴登记表已经张贴在布告栏，也邀请大家为新人献上祝福，愿上帝所配的佳偶同心偕老。那如果你可以参加婚宴的弟兄姐妹呢，也可以前往登记，让他们方便统计人数。那同时呢，为了我们教会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实体来参加星期4晚上从7点半开始的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起来为所关心的事项同心来祷告。同时呢，9月份的执事会议记录，还有8月份的收支表已经张贴在公布栏，也请弟兄姐妹关心并为祷告。10月份到12月份的崇拜轮值表草稿已经出来了，那也都张贴在公告栏，麻烦相关参与的弟兄姐妹呢，赶快看一下，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你有时间上面的更动或是相关的这些的事情的话，麻烦你赶快看一下了之后，有问题的跟办公室这边来做协调。同时最近新冠还有 A 型的流感、肠病毒等病菌正扩大流行。我们刚刚有讲过那个登革热的部分那登革热的疫情也造成部分地区的扩散，所以请弟兄姐妹外出的时候要多注意自身的防护，并且为确诊者还有弟兄姐妹身体的治疗还有恢复来祷告。下面有很多这些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我想这边我就不一一的来念，请大家自行参阅我们周报里面的这些的消息，也为他们身体各种状况来祷告。
请大家起立，我们同颂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神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请蔡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饶恕我们的过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也帮助我们荣光堂，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饶恕人、赦免人，并且能够彼此相爱接纳的教会。让我们相爱在主里面，并且有主的饶恕赦免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爱的教会。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颂。在订阅中结束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同时呢，也请大家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相关的教会事工来代祷。周报上面主日信息的默想部分也请大家参阅。如果有在病痛中的忧伤的弟兄姐妹，也欢迎来电，牧师会为大家祷告。